大家好，歡迎嚟到京犬與查叉嘅水晶研究所，我係京犬，我係查叉。今日我哋展開5大水晶系列第一集。冇錯，就係水晶界嘅愛情石粉晶。無論你係想招桃花、搞好人緣，定係想知點樣揀到最靚嘅粉晶，呢條片一次過話你知。首先講由來，粉晶嘅學名叫做薔薇石英，英文名 Rose Quartz， 真係名副其實，好似玫瑰咁溫柔。佢個傳說仲好浪漫添，佢係古希臘愛與美之神阿弗羅狄狄嘅寶石。東方文化入面，粉晶早就被當成招桃花、促姻緣嘅吉祥物。粉晶點形成？佢嘅形成係億萬年前嘅偉晶岩脈或者熱液礦脈之中，經過高溫高壓慢慢結晶。而佢嘅粉色唔係天生，係因為晶體入面混合咗微量鈦、鐵或者錳等元素。粉晶有咩功效啦？粉晶對應心輪，象徵無條件嘅愛。除咗吸引異性緣，仲可以幫助修復情感、緩解焦慮。做嘢壓力大，辦公室人際複雜，粉晶都幫到你啊！巴西粉晶晶體清透，色澤淡雅。查查，你覺得呢個粉晶點？佢有頂級星光效應，適合收藏家。馬達加斯加嘅粉晶又稱馬粉，多數係深粉紅色，但佢較多棉縮或裂紋，適合用嚟雕刻或錘形手串啊。莫桑比克粉晶又稱莫粉，佢嘅清透度同顏色較平衡，透亮得嚟唔似玻璃咁硬。你面前有3種粉晶，佢嘅顏色係巴西同馬粉之間，通常係鏈粉色，適合用嚟做日常首飾。總括嚟講，揀水晶嘅秘訣就係色透淨效。星光粉晶就睇星芒夠唔夠銳利。新手可以揀淡粉通透款，想收藏就揀色濃無裂嘅星光粉晶。粉晶催旺你姻緣，改善關係，傾團圓。今日嘅粉晶攻略就到呢度。咁大家可以留言，記得讚好同訂閱我哋頻道啦。想知更多水晶嘅知識，記住留意我哋。